来，这是台南市的南区所举办的活动。台湾第一盐盐埕千灯柜，12月14要来点灯。主办单位邀请大家做伙来感受到盐埕的热情甲活力。台南市南区盐埕商圈台湾第一盐盐埕千灯柜，伫咧即个礼拜登场，即个用永续精神、有世代传承来打造注定的意象。就为了延续我们以前这个盐的文化，所以我们每一年在这个圣诞节之前，都会办一个盐城盐文化季，以盐山的概念去把这一个去做发想。好，那我们用四昆生的科架，好，以环保为主题，来把它当成一个金灯塔。那我们也把我们的店家啊，在地的店家放在金字塔里面。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的团队表示，今年的千灯柜唔那是互人看水，更有丰富的在地文化体验。到时候我们有30-40摊的小吃还有美食，希望大家能走走。我们从12月14号为期4个月的我们的千灯季，欢迎大家。另外现场唔那是有食的，更有亲子 DIY 魔术等表演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